喺珠海啊，就算俾人劈友啊，都絕不能買嘅樓盤啊，背後真相啊，令人難以接受啊！喺珠海，只要仲有人推薦以下樓盤俾你，唔好猶豫，即刻拉黑。以下排名不分前後，如果你係外地人，唔了解珠海嘅情況啊，最好點讚收藏，避免中伏瀨嘢。如果我冇提及嘅，可以打喺評論區。一就係呢個濱海商務區嘅海灣1號同觀海200啊，妥妥嘅韭菜地。之前規劃咗幾年嘅商業呢都冇落實，原有嘅航空新城大世界商業體等呢邊嘅住宅賣到差唔多之後呢，就改為住宅用地，繼續拔韭菜。第二就係平沙新城嘅南海花園啊，呢邊呢係珠海嘅最西邊，名副其實嘅山卡拉地方，從珠海市區到呢邊呢，好似西天取經咁，1個半鐘頭車程，遇到塞車呢仲要2個鐘頭以上啊，咁1個來回嘅車程呢就冇咗半日。3就係珠海之前嘅碧桂園，無論係濱海天際、海灣1號都出現過呢個漏水、車庫水浸、牆面甩皮、地面下沉等情況啊！咁業主掛橫復位權，物業呢就叫實 Q 強制執行，搞到啲業主呢個個都要割肉出售。咁如果你最近都喺度留意緊珠海，驚買到爛尾樓，物業不作為，驚自己中伏又要行維權路嘅，我呢邊呢整理咗一份珠海嘅買樓白皮書，入邊呢有珠海所有在手嘅樓盤資料，優點缺點都有，同埋25年準備入市嘅新樓盤，包括4代住宅，需要嘅發66安排俾你。我係珠海家姐，實話實講嘅地產佬。